品牌成立1年多來，女神愛啪啪已經在台灣及海外設立上百個服務據點，協助許多民眾打造自信與美麗。這次開幕的秘密基地不僅是台南的第5個據點，更是目前規模最大、設備最完善的旗艦館。創辦人王佑興特別南下參與開幕活動，並邀請女團 F40成員關關現身站台，共同推薦品牌特色與服務理念，希望吸引更多民眾體驗嶄新的美容保養模式。那现在很多人開店的部分就是因為他們開店最缺的是什麼？就是客人。但透過愛啪啪的部分，我們有一個拓客的系統，然後可以讓大家用性價比很高的方式就可以來保養，而且非侵入式，不會痛，然後立刻会有感覺有變化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們愛啪啪主要的部分就是說，也透過1年的時間，我們開了120家店，對，然後年營業額2.3億，對，2.3億。所以就是我們愛啪啪的部分也幫助了很多，不管是有 baby 的，就是寶媽，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創業的年輕人，或者是有一些美容師，他們其實已經就是都沒有客人可以做，有技術但沒有客源。对，然後還有一些店家幫助他們活化。所以我們的系統呢，就是透過這樣的部分，可以活化很多的一些店家的部分，然後也讓我們的店現在目前在泰国，目前在越南，然後在馬來西亞、新加坡跟大陸、澳洲跟美國都有我們的分店。对。所以1年的公司可以發展到目前也是全球市场開始布局，然後已經開始有非常非常多有效的見證，然後甚至有很多可能很怕侵入式的，有些女生怕痛怕打針或是怕就是會有一些醫療副作用的人，他都會是我們愛啪啪的準客群。位於台南市精華地段的西門城，臨近星光三越小西門商圈及小北夜市，匯集餐飲、休閒與特色商家，發展潛力備受看好。西門城經理陳秀芬表示，看好美容產業市場前景，因此攜手女神愛啪啪，打造旗艦據點，期盼借由更多元化的服務，帶動商圈活力，也提供消費者更豐富的選擇。秘密基地以科技守護專業，以溫度成就美麗。因為懂得被忽略的感受，所以更堅持每一份細節。我們希望打造一個真正重視環境、服務、感受的美容室，讓每位來到秘密基地的人都能感受到安心、放鬆與用心對待。秘密基地主打專業美容技術與科技設備，致力於傳統美容與醫美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，讓顧客以更安心、便利的方式追求美麗。同時，館內也規劃特色打卡空間，營造時尚氛圍，期盼成為台南愛美族群的新據點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